家好，咱今仔日要来讲的题目是婴仔食啥物？这是一个真实用的问题，就是婴仔时阵啊，咱食的物件甲大人时阵是无共款的。那咱要安怎来传婴仔的食物啊？咱为拄出世到4个月的时阵啊，咱主要的食物是啥物？其实就是粮，那是啥物款的粮？毋是咱一般伫里边超商买到迄种鲜牛粮，是人粮还是配方粮这两种。当然上自然是啉人粮，就是阿母的粮。所有的动物嘛拢是安尼，毋过当然。有人因为无共款原因无法度饲人粮，像讲，有的是做工课无用，有的是体质真正粮较少，所以咱就发明一种配方粮。配方粮是啥物物件？配方粮就是比较人粮的成分，甲牛粮大部分是用牛粮，较少是用羊粮，甲伊的成分改变，变做甲人粮差不多，就变做配方粮。所以咱人为拄出世到4个月时阵，就是食人粮甲配方粮。真接拄着人会有问题啊，讲即种婴仔细汉婴仔敢有需要啉水？啉水其实是讲，像咱咧泡配方粮的时阵啊，内底就拢是水啊，所以其实伊毋是啉。毋是讲无需要水，是讲咱配方粮内底都有水啊，所以无需要加啉水。若是你啉配方粮以外，互伊水伤济的时阵，有当时啊，电倒会变做是伊的电解质会无平衡，就是讲咱迄水敢若就是纯的，敢若是水尔，但是配方粮内底有营养，有电解质，像讲若是咱互因水伤济，电倒会变做有病啊。另外一个就是糖，有的人迄食物仔内底会想要互伊食一寡葡萄糖水，迄葡萄糖水其实甜甜，迄嘛是有营养，毋过是无建议即种细汉婴仔啉葡萄糖水是安怎？就是因为配方粮的营养毋若是糖，伊嘛有其他营养较济。你若是干那啉葡萄糖水，伊就是那个水加糖，其实对婴仔伊的营养颠倒是无平衡，这毋是好的营养，伊是干那会肥，但是较袂得到伊需要的其他的营养。好，配方粮甲大人牛奶粉啦、鲜牛奶是无共的，所以咱袂用讲即个婴仔是食配方粮，配方粮啉了咱就用大人啉的鲜牛奶，甲伊创烧互婴仔啉，安尼是毋对，因为即两种的营养是无共的哦，而且内底细菌嘛是无共款，配方粮的消毒较完全，鲜牛奶的消毒无遐尼完全，内底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大人有法度接受的细菌，所以即两种无法度换过来啉。若是大人去啉婴仔的牛奶粉，你嘛会感觉讲，这配方粮啉起来吼，味怪怪，就是无迄种平常时咱咧啉鲜牛奶的时阵，迄种甘甜的味，是安怎？就是配方粮的，像讲伊的蛋白质有改变过，有掺一寡较人的人奶较纯的成分，所以有人会感觉啉起来有一种臭hen味，甲一般迄鲜牛奶无共款。牛奶爱食偌济？其实爱食偌济吼，这咱着爱看婴仔体重是偌济啦。当然理论上就是婴仔体重较重，你着食较济。到底要食偌济？一般是讲啦，咱着爱看伊的需要，就是伊若是食较饱，伊无愿意食，就是伊食饱，你嘛毋免勉强伊搁食。当然咱咧若是泡牛奶，毋是饲人奶，若是你咧饲人奶，你有法度讲伊食饱着莫食。毋过咱咧泡牛奶粉的时阵，总是爱想讲咱要用要较几箍，要淋偌济水，这才会当讲咱一摆泡偌济，所以咱通常会计算讲看伊的体重乘以150 cc，这是讲一工的量。
若是讲伊体重是3公斤，乘以150，乘以150，安尼就是450cc 一工，啊，着佮看伊一工爱食偌济摆，像讲若是食6摆，安尼就是除以6，你着知影讲啊，一摆是偌济毫升，就是 ml 即种量。啊，当然这毋是绝对哦，因为有的婴仔食较济，有的婴仔食较少，啊，食济食少。甲伊的体重嘛无一定有绝对的关系，有人食较济体重嘛是无遐尼重，有人食较少啊，毋过伊的吸收足好诶，所以这150，这150是大概的量，会当减30也是加30拢有可能，有人是乘以120就有够啊，有人爱乘以180才有够，所以这爱看大家婴仔伊的需要无共，伊的有人食济，有人食少。当然，你即马饲，像讲即顿是90cc，爱食了无到3点钟，伊就搁哭啊，无到伊原本要食的迄个，你计算要饲伊的迄个时间，伊就提早哭，而且看起来是枵想要食，啊，当然你就知影讲，嘿，后摆反正是爱泡搁较济咧，伊才会当冻较久。好，啊，搁来就是咱嘛会当大概用伊的出世的年纪来计算，就讲拄出世到7天，可能超食15cc 到90cc，超8顿。啊，若是7天到14天，超90cc 到120cc，啊，一天是食7顿到8顿。啊，14天到2个月，有人是120到150，6顿到8顿。愈大汉，一天才会次数会愈少，食较少摆。啊，年纪若是3个月到4个月，通常就是半暝较毋免食，爱食120到200饮，一天5顿到6顿。若是4个月到6个月，可能是150到240，4顿到5顿。啊，搁较大汉诶，搁较大汉，逐个人就较无共款，因为搁较大汉通常，咱其他诶物件。毋是牛奶的物件会食较济，啊，即个时阵有人若是其他物件食较济，牛奶就会当食较少，啊，有人若是食较慢，啊，牛奶会食较久的时间就会食较济，所以迄差别就较大。所以逐个人无亲像啦，爱按照个人的需求来调整。啊，咱要安怎知影讲这婴仔这食奶是才有够无？苹果是啥物？就是咱看，伊若食奶，因为迄奶内底啊，大部分拢是水，所以伊若是有食奶，就会放尿，若是药剂是好的啦。所以通常咱看伊换尿珠仔的时阵，一工至少有5-6摆，迄尿珠仔你家己用手碰看觅，是有重量的，这就代表讲，伊食的是有够的。啊，看伊的尿的色水，伊的尿啊，通常若水啉较济，迄尿的色水就是浅黄色的，应该比即种色搁较浅啦。啊，若是伊的尿啊，你看起来迄色水足深的，也是讲有一点仔变做有若要咖啡色，还是粉红色，还是有一种粉红色迄尿酸的结晶的迄种尿，就代表讲伊食的实在是伤少，伊食落去的水分伤少啊，所以尿会足深的，而且足少的。啊，搁来搁较准就是看体重，看一段时间伊的体重是有增加无？啊，啥物叫做正常的增加？咱就爱看，婴仔出世的时阵领着一本谱仔，这谱仔就是你逐摆预防注射的时阵，你去互医生看的时阵拢爱早起的。这本的头前啊，就有几啊百度，迄图就是伊成长的曲线，成长的曲线，伊会参考有体重、有身悬、有头围。那你看伊体重，像讲过半个月、1个月，你就家己画一点，你看迄个点若是有照迄内底的线，伫2条线中固定咧稳定咧增加，就代表讲体重有照你的基态咧增加，这就代表讲伊只是有够的。当然，这逐个人是无共款，有人体重原本就较轻，有的人较重，这就是人的体质。但是伊有照家己的曲线咧增加伊的体重，就代表讲伊只是有够。
真侪人拢会烦恼讲啊，伊食遮尔少，啊，毋过若是看伊体重，看起来是正常，安尼代表讲伊吸收是好诶，虽然讲伊食较少，毋过抑是有吸收，你毋免烦恼伊食伤少。好，啊，配牛奶粉有啥物种类？一般大部分囡仔就是食一般诶配牛奶粉就好，就是一般诶配方。啊，伊就是无啥物特别特色，伊就是甲牛奶、甲人奶差不多。啊有其他种类诶配方牛奶粉，就像讲水解诶配方。啥物叫做水解诶配方？水解诶配方就是讲，咱诶牛奶内底啊有真侪蛋白质，即种蛋白质啊。就先用人工甲伊拍断，变做本来较大粒的蛋白质变做较细粒，这就会当互咱的身躯吸收较紧。这适合啥物款的？就是对牛奶的蛋白质过敏的婴仔，即种因就适合水解的配方。啊有无零糖的配方？牛奶内底有一种糖，像讲糖有足侪种，像讲葡萄糖嘛是一种糖，啥物零糖嘛是一种糖，蔗糖嘛是一种糖，啊无零糖的配方，伊内底就是无零糖即种物件，所以若是有人对即种糖会过敏，还是讲伊的肠仔无法度接受，所以即种婴仔就爱啉无零糖的配方，还是讲有诶落屎伤严重的婴仔，因为伊的肠仔表面迄黏膜的细胞有受伤，所以较无法度吸收即种零糖，伊就会当有一阵仔转去啉无零糖的配方，过一阵仔等伊肠仔迄个黏膜好去以后，才改做伊原本的配方，这嘛是会使的。过来就是早餐的配方，早餐婴仔因需要的物件，甲到月婴仔是无共款的，因需要较悬的热量，需要搁较侪矿物质，所以对早餐婴仔因爱用早餐的配方，安尼才会当互因的体重增加较紧，因为因原本就是体重伤轻，所以需要热量搁较侪，搁因的像讲骨头啊、脑啊咧成长需要较侪矿物质。所以对早产婴仔就爱用早产的配方，等因的体重甲一般的婴仔较差不多的时阵，才转做一般的配方。好，真侪人拢会问讲配牛奶粉遮侪牌子，到底要选倒一种？其实一般的建议就是选这市面上较大的牌子的产品就是对的啦。为虾米？这是讲实在大部分牌子的配方无遐尼大的差别，但是咱上爱烦恼就是伊的品质是有稳定无？敢会讲这产的牛奶伊来做牛奶粉的牛奶是有染，安尼就较毋好，还是讲伊做的过程当中有染有细菌，这食了会落屎，所以这就较无遐尼好，所以就是建议市面上较大牌子的产品，伊的品质较稳定，安尼就会使啊，无计较是一定爱是啥物款的牌子。好，要安怎泡配方牛奶粉呢？第一步就是手爱洗好清气，因为细汉婴仔的免疫较无遐尼好，所以上重要就是手洗好清气，手莫有细菌，安尼泡牛奶粉的时阵才袂互迄细菌走去婴仔的牛奶内底。好，第二步咱爱透外烧的水，照标准就是爱70度的烧滚水，这水是爱滚过，较凉，等到70度的时阵，差不多即个温度。好，过来水爱先滴伫一个牛奶消毒过的牛奶干仔内底，过来就是爱按照迄管仔顶的说明讲，一汤匙一箍，到底爱透偌济水？一般大部分的婴仔牛奶粉配牛奶粉是一箍爱透30cc 的水，毋过这是有例外，有诶是20cc，这逐款拢无一定，所以你买一罐牛奶粉一定爱看顶罐的说明，到底一箍是爱透偌济水。好，过来摇摇咧，摇好焦匀，搁放互凉，因为
70度的烧滚水是足烧的，若是伫即个时阵拄泡牛奶泡好的，互婴仔啉，伊的喙咧烫着，就爱去互医生看。所以爱放互凉潮到40度的时阵，爱安怎确定讲即个奶是会当啉的，婴仔袂烫着，就是你会当用手摸看觅，还是讲滴一滴伫你的手底。啊，你若是家己袂感觉伤烧，这就代表讲，这牛奶即马会当啉啊无问题。啊，虽然讲爱放互凉，但是嘛袂当放伤久哦。你若是无啉了的牛奶，你放1点钟以内，就爱家己啉了，因为你若放伤久，这四界拢有细菌，这若是配方奶内底生细菌，你搁互婴仔啉，伊反正就会落屎。好，牛奶干那要安怎消毒呢？有几啊种方法。第一种其实上简单的啦，就是讲市面上有真济专门的消毒牛奶干仔的消毒膏，就按照这消毒膏的说明去做。这消毒膏嘛有真济无共款的方式啦，有的是用紫外线的，啊有的是用蒸汽咧消毒的。第二种就是较传统的方法，这当然是毋免去买消毒膏就做会到，你就是用一个大鼎，伫个鼎内底啊，爱滴水，啊互水滚，啊因为这滚水烧的滚水就会当杀菌，就会当互细菌死去，就会当杀死细菌。啊，这个牛奶干仔有分做2部分，一个就是下骹的玻璃，一个是顶悬的塑胶。冷水啊头迄个部分是塑胶。啊，若玻璃就是爱最冷的时阵先放伫内底，啊开始伫下骹向火去烧。那塑胶就是等水滚才放入去，爱放至少2分钟到3分钟。有人就想讲，敢会当用微波炉去杀菌、去消毒，这是袂使的。4个月以来啊，咱标准的建议就是讲，婴仔敢若食配牛奶粉就好啊，还是讲食人奶就好啊，就是完全食奶的，就是4个月以来。满4个月到6个月，其实这个期间以来，就咱开始加一寡其他的食物啊。这食物啊，伫华语内底讲副食品啦，副食品。毋过我感觉，咱伫台语会当讲这是添加一寡利尿食品，原本拢是完全食奶的，那即马要开始食甲大人共款的物件，就是要离开完全食牛奶啊，所以就是讲食一寡利尿食品。添加的原则是安怎呢？就是讲，开始食的时阵啊，过2-3工加一种新的物件，因为咱上惊的就是讲，婴仔对新的物件无适应，还是会过敏，伊反正会落屎啊，会起一寡湿疹啊，即款的。所以一摆加一种，过2-3工加一种新的，咱若是无适应，就会看会到。好为什么爱加这种利尿食品？就是讲，敢若食奶，等婴仔较大汉的时阵啊，其实无法度满足伊需要的营养啊。咱添加其他的物件，会当提供搁较济热量、铁质加维他命，会当互伊适应固体的物件，因为伊会开始生喙齿，咱爱补，会当训练咧补的这筋肉，适应固体。会当提供一寡微量元素，像讲锌啊、铜啊、铁啊即款的。拄开始的时阵上好是较天然的食物莫添加调味的物件、调味料，像讲咸的物件、咸的物件、酸的物件，这拢莫掺伤济，就是天然的食物利尿食品有一个建议的顺序，添加的顺序通常拄开始拢是为米啊、麦啊即种物件开始，搁来就是添加菜色，搁来就是果子类的，搁来就是肉类、卵鱼啊即类的物件。爱避免的食品有啥物物件上好是莫互婴仔食，就是毋是上好啦，就是
希望是绝对莫互婴仔食啦，就是像讲蜂蜜，为虾米蜂蜜袂使？蜂蜜第一是伊足甜诶，第二就是伊咧这蜂蜜内底啊，有诶内底有一种细菌，就是 botulism 这种细菌，那有诶食了迄神经会有问题，会无法度叮当，这种严重诶。好，过来就是坚果类诶，嘛有人讲杏仁啊、杏仁啊这类诶，啊葡萄干，这两种为虾米莫互婴仔食？就是因这种年纪啊，较袂晓甲物件保护足幼诶，所以若是伤重诶物件、一粒诶物件，伊无法度保护幼着吞，若是见着砸着，安尼着害啊。后来过来就是果子蛋，啊嘛有人讲果蛋、果子菜叶，这种物件虽然讲伊软软，啊毋过吼伊足大块啊。若是无保护足幼诶，着吞啊，吞落吼，会见着，会砸着。过来就是糖仔，糖仔当然这甜诶物件吼上好莫互婴仔食，啊个糖仔有诶是甜诶，也是讲就算讲是软诶迄种软糖，你食落嘛是惊讲伊无细致，吞落无保护幼着见着啊。啊圆仔其实道理嘛是共款，圆仔是另外一款，伊毋是甜诶，但是伊是迄种高高软软诶物件，黏贴贴啊啊。圆仔诶材料伊无法度甲伊保护油佮吞落，所以迄黏黏诶物件，若是黏伫咧气管内底啊，黏伫迄食道就无法度佮食物件，佮会袂喘气。好，为4个月到6个月开始添加利尿食品，到1岁以后，咱通常就讲，即个时阵啊，大人会用食诶物件，大部分99%伊拢会用食，所以这是一个过渡诶过程啦。所以伫即个期间，这半冬诶期间以来啊，食人奶配方奶诶比例愈来愈少，添加利尿食品诶比例嘛愈来愈济。4个月到6个月时阵，大部分也是食奶，一工操1顿诶利尿食品。7个月到8个月，一工操2顿，9个月到11个月就操3顿，到1岁，咱就是原本诶利尿食品就变做主食啦，也就是讲，大人食啥，要食诶时阵，伊就食，一工3顿拢是原本诶利尿食品，就是一般诶食物仔。牛奶、配方奶就变做是原本4个月到6个月时阵，迄一工1顿，还是讲一工2顿诶量。好，当然咱咧准备利尿食品诶时阵啊，嘛爱注意伊诶质地，就是讲伊生做啥物款，伊是软诶还是甜诶。喙齿是后来才豆豆仔生出来，咧保物件诶材料嘛是会愈来愈会晓，所以4个月到6个月时阵，通常即个时阵拢无喙齿。咱咧准备利尿食品诶时阵，就甲物件拢加好足脆诶，足招稳，变成那果仔诶即款。若是7个月到8个月时阵啊，有当时会当准备有一点点啊，足细粒像土豆腐迄，咱食着内底有土豆诶脆片诶迄种感觉。当然土豆腐伫即个时阵莫互婴仔食，毋过就是咱会当家利尿食品准备敢若土豆腐诶即种质地共款。若是到9个月到11个月，通常即个时阵开始会有，像讲有人会生喙齿出来，就会当甲物件准备迄种较软诶切做角诶物件，都会莫伤甜，因为无法度捕捉甜诶物件，但是就会当用一角一角诶即种物件。到1岁，通常较软诶物件，细细块因拢会用食。若是咱咧煮饭啊、煮糜诶时阵啊，年纪愈细汉，当然掺愈济水，因为安尼这煮出来诶糜才会较幼、较好吞。4个月到6个月，米甲水诶比例差不多是1:10，7个月到8个月就是1:7，9个月到11个月就是1:5，到1岁差不多1:2。较软诶饭，因就有法度补啊。若到1岁以后啊，就是甲大人食共款诶物件，毋过当然迄质地啊较软，伤甜伊会补袂叮当。开始会当掺淡薄仔盐，
调味的物件一点点仔就会使吼。过来就是讲，咱会讲一岁以内袂当啉青牛奶，就是大人迄种，你伫里面超商买会到的青牛奶，冰起来迄种。一岁以内是爱避免袂使。毋过一岁以后，超过一岁，你想要啉青牛奶就会使。你若想要继续啉，一岁以内原本要咧啉的婴仔的配方奶嘛是会使，无一定爱换。有诶牛奶粉的公司伊会讲，这配方奶伊有编号，啥物0号、1号、2号、3号，0号是啥物6个月以内过来6个月以后换1号啥物1岁以后换几号几岁以后换3号。这讲实在啦，几号无差遐尼济，你要继续啉上细汉的迄种0号的配方奶嘛拢差不多，无遐尼大的差别。你要啉青牛奶嘛是会使。伫即个时阵，这到底是啉啥物款的配方奶嘛无遐尼重要，因为伫超过一岁，伊的主食已经是甲大人共款的物件，即个牛奶敢若是咧补充伊的营养，所以毋免遐尼计较讲你是啉啥物款的配方奶毋过虽然讲甲大人食共款的物件，有诶物件嘛是爱较注意，慢请互囡仔食。上好是等待4岁以后，像讲坚果、重人仔即种，嘛是惊因无法度保护有会见着、砸着。咖啡也是茶米茶即种物件，因为内底有咖啡因，囡仔若是食落即种物件，因较会困袂去是心跳会皮肤菜，对因颠倒会无爽快也是讲因暗时困袂去，早起无精神，安尼嘛是较毋好。若是搁较大汉以后虽然即个时阵就是大人食啥，因就食啥，较无遐尼计较讲要食啥，无爱食啥。毋过因为即马大箍的囡仔足济，所以有诶物件一定爱足注意诶，像讲饮料类诶，饮料就是真济拢足甜诶，内底其实糖掺足济，但是咱啉诶时阵无感觉，像讲可乐、汽水即种诶。饼其实内底嘛掺足济糖诶，搁马铃薯片，迄一包内底油钱诶，搁足咸诶，热量嘛是足济诶，无啥物营养，干那热量。好，搁有巧克力豆，嘛是真甜内底搁有咖啡因，所以即种物件毋是讲袂用食，毋过爱杂，袂用食伤济，糖分莫伤济。有人看细汉囡仔大箍的，搁会感觉古锥，毋过其实细汉大箍就是大箍，大汉嘛会大箍，所以一定爱注意这4种食物莫互囡仔食伤济，试一点点会使，毋过莫伤济，无得会伤大箍。好，今仔日即个主题就是婴仔食啥物，就讲到遮，真多谢大家。